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下暗10:05起驾，信众正期待敢有机会甲当咧就北回銮的白沙屯马相会。美国财政部长讲，美国按算对经济方面制裁伊朗，甲伊朗要借由有金钱往来国家也会受到制裁。乌克兰新的作战方式，派机器人突袭拍头阵，减少人员伤亡，讲是已经对罗西亚手头夺回50平方公里的领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台中的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下暗10:05起驾，预估是有60万的信众到现场。若是照这行程表来行，明仔载大甲妈的銮桥退到彰化，4月2日祝寿大典，预计4月26回銮转到镇南宫。目前这白沙屯马也当咧就北回銮。两尊妈祖敢有机会会当伫咧路途当中相会，信众拢真期待。中期后新闻伫香炉13年，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高岗8暝绕境行程，17暗时10:05就要起驾。真侪信众下晡提早到会，都要参加一年一摆宗教大代志，佮期待甲白沙屯妈祖的上马会。我们刚好要出去，他们刚好回来，然后刚好也是可以碰得到面啊。碰到面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啊，就像千禧年这样子啊，那你什么时候碰到你不知道，就是这么巧合，对，当然很期待啊。白沙屯永庆宫妈祖8天7暝进香活动，目前銮驾已经上班进入彰化县，46万乡亲卡报名随行，大甲妈都要起驾，也拢希望能见证历史。其实很期待，我们今天其实来的时候也有想说啊，看会不会有见证历史的奇迹这样子。有缘就聚在一起，就女神聚会加持这样吗？对，天后加持。大甲妈甲白沙屯马銮驾，过去嘛有3摆上会记录，分别是2004年伫台中山落，隔年伫彰化参会，最近一摆是2007年伫台中灵井甲山落，已经过19年。镇南宫庙方表示，大甲妈拢是固定路线，一切看缘分。我们是固定的路线，我们没有办法转来转去，因为30万人，敢若上洗手间就有一个大问题。来相会未相会，这拢是缘分啦吼，咱是固定，除非他来。台中市警方全面备战，评估白沙屯马18进入台中市，那行省道台一线甲大渡桥道甲大甲马路线停达，有机会设计上马会相关路段已经规划启动交通管制，呼吁民众爱较早规划行程。记者综合报道。3月底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参议员4位议员，搁再写配合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朝野立委，呼吁都要赶紧通过各项特别预算。而且也预告讲，即阵美国会搁公布要卖台湾1批武器，应该就是因为是军兵甲普兰要见面去互按下140亿美金的军购案，内容可能包含爱国者飞弹。成功造型，模拟暗暝中的歹天气，调伫咧床底机组人员爱冷静想办法逃生。总统赖清德在这伫高雄的国军空军人员救生训练中心视导，也亲自在日机直升机模拟舱体验救生动作。我们必须给予国军弟兄姐妹最强而有力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坚定地推动国防特别预算各项国防建设。我们坚持不打折扣，坚持应该尽速通过。我们都希望和平，而我们也都知道，唯有靠实力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和平。3月底才来台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位参议员，这礼拜各联名立函予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朝野立委，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各项特别预算。讲美国未来几礼拜内也会公布新一批的军售，也就是外国媒体之前报道，因为全社会伫研发的140亿美金军售案。The department doesn't necessarily comment on any potential or future arms sales. So you do commit to advocating for all paused arms sales to Taiwan be done without delay? Yes, I do.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n particular, I would say a lot of the president's reform efforts here are directed towards getting
the munitions and a lot of the defensive equipment that Taiwan needs. 川普提名的国务卿政军局组长怀特伫立明听证会讲，川普甲国务卿卢比奥拢正重视对台军售，对国防特别有算，调研立会拢有正面的信息。下个礼拜，国防部会再加强跟各委员的沟通，再开一次的相关的专案报告。那下礼拜也还会再有协商。那我想，大家就依规定来进行审查。但我想，美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也好，或者是一个善意也好，我想对于推动军购条例会是有正面帮助的。我们跟在野党的主要的不同，还是在于委制跟商购的部分。那军购的部分，其实在跟国民党的委员们多次的磋商之后。我是认为说有一些契机。另外，共和党参议员邝思恒也搁再提出台湾关系强化法案，内容重申支持台湾民主加国际参与以外，也明确希望台湾增加战略投资，支持无对称战略，并且呼吁应该把 FTA 谈判列作优先项目，深化台美经济连结。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协议停火2礼拜，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表示，按算要经济制裁伊朗。而且，伊是表示讲，若是有甲伊朗买石油、口罩有金钱往来国家，也会受到制裁。已经有2间中国银行收到警告批。美国甲伊朗的2礼拜停火协议要伫2日到期。美国总统川普搁再强调，是伊朗想要甲美国达成协议，甚至愿意做真侪因2个月前无想要做代志。说讲双方的交涉这个过程是真顺利，只是达成和平协议的时间可能要搁延后。也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伫15警告各国，美国正准备对伊朗做出等于是轰炸行动的经济制裁。We have told countries that if you are buying Iranian oil, that if Iranian money is sitting in your banks, we are now willing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is a very stern measure. 就伫美国宣布这个敢若亲像经济怒火制裁前一天，美国已经对中国、香港、阿联甲阿曼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若是因甲伊朗业务往来，美国实施刺激制裁。Two Chinese banks received letters from the U.S. Treasury. I'm not going to identify the banks. 除了金融机构，贝森特也警告中国，莫搁再继续买伊朗的石油啊！因为伫国际制裁压力之下，伊朗超过90%的原油出口拢是挖靠中国市场。也那美国即阵油价是每加仑4块1角1分美金，比1年前的3块1角7美金较悬。贝森特乐观讲，今年热天，也就是6月20到9月20的某一个时间点，汽油的价格会搁再转来到3块美金。因为中东的战事，荷姆兹海峡已经封超过5礼拜啊。德国海归航运上大公司赫伯罗特相关陷入困境。赫伯罗特即阵有6只海轮调伫波斯湾，要150个船员调伫船顶。除了烦恼因人伫战区心理的状态，而且这饮用水也变真贵。不过加在也使经由维持甲厝内底人，也有公司联络。Dann sehen Sie schon, das alleine sind 40 Millionen. Die Kosten für Versicherungen von Schiffen sind durch die Decke gegangen und Lagerkosten für Container, die wir nicht in den Persischen Golf bringen konnten und die wir jetzt im Oman, in Pakistan oder in Häfen von Indien unterbringen mussten. 另外，相关调伫波斯湾的船员有2万名的豪普特工，希望也使得到各国军方的援助，来确保荷姆斯海峡也是其他航道顶面无水雷，互因会使安全来送货。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以色列甲黎巴嫩超停火，双方同意停火10天。美国总统川普是讲，这2礼拜，双方的头人就会去北京会谈。停火协议生效进前，黎巴嫩真主党甲以军继续咧拍，也毋过协议生效了后，贝鲁特的天顶敢来当看到庆祝的烟火。美国总统川普16日证实，伫个协调之下，以色列甲黎巴嫩对台湾时间17透早5点开始停火10天。And I had a great talk with both of them today. They're going to be having a ceasefire, and that'll include Hezbollah. And I think it could be number 10 for me. 川普也伫社群媒体答文表示，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黎巴嫩的总统奥恩未来这2礼拜去北京会谈。若准有成，会是双方领袖自1983年以来头一届实际的会谈。纳坦雅胡16日表示，10天停火期间，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同时保持随时反击的权利。也毋过以色列愿意去华府和谈。בשיחות השלום האלה יש לנו 2 דרישות יסודיות. 1.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מנשקו. 2. הסכם שלום בר קיימא, שלום מתוך עוצמה.
针对伊犁之间10天的停火协议，包括法国、伊朗、卡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家拢表示欢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强调，以色列知影甲黎巴嫩政府相交插的复杂程度，因为真主党无受政府的指挥，也毋过以色列愿意试看卖。停火协议宣布了后，黎巴嫩民众除了欢喜，也希望和平会当真正永久。لأنه عن جد زهقنا من الحرب وبدنا سلام وبدنا أمان ونحن لبنان كتير حلو وبدنا نعيش فيه مثل ما بدنا نحن. ما بعتقد رح يرجعوا المهجرين يرجعوا يطلعوا مرة ثانية، لأنه مش معقول كل ساعة وشوي تهجير، لازم يصي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ثابت واتفاق ثابت على كل شيء. 对3月初以来冲突变严重到大，黎巴嫩境内包括儿童甲妇女已经超过2000人死亡，有约6800人受伤，超过120万人有路无厝。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乌克兰甲罗西亚是讲好这东正教的国外这要停火，不过是已经破局啊。罗西亚过去24点钟就派备700架的无人机，发射滚了10粒的飞弹轰炸乌克兰的大城，上无是造成17人死亡，滚了100人受伤。不过，罗西亚迄边是表示讲，是乌克兰先攻击因乌海民用设施，因才会采取行动。不过，乌克兰迄边也无落软，是宣布因的新作战方式，派机器人突袭，甲这空中地面的无人机、机器人甲步兵来结合，组成突击部队。这款作战方式是代替人类的步兵发动攻击，拍头阵侦测目标，会当减少人员伤亡，而且也会当减少敌军渗透。乌克兰是表示讲，因是采取系统性作战，是已经伫咧南部收复大片的领土。敢若这3月份，就对罗西亚手头，甲大约50平方公里的领土抢倒转来，甚至搁伫咧无步兵的状况之下掠着敌军。乌克兰乌海都市敖德萨建筑拢咧清显，消防人员一直咧拍火，怪手也出动协助清理突击队，居民想起轰炸的过程，伊原心惊惊。Летела в 7:30 вчера, в 9-этажку. Там мужчина погиб, органы разрыва. Говорят, женщина. Мы сидели до без 10:03 ночи в подвале на цокольном этаже. И потом снова был прилет. И, говорят, дом завалился. Люди под завалами кричали: детей спасите, чтобы кто-то был жив. Не знаю, там. 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军队伫24点钟内一直咧轰炸首都基辅第2大城哈尔科夫、乌海港市敖德萨甲东部中南边的第聂波罗甲扎波罗热等地，出动将近700架无人机、几20粒的弹道飞弹甲巡弋飞弹，大部分互乌克兰成功拿下或者是拍落来，也是有12粒飞弹甲20架无人机拿到民体学校甲基础设施。Our F-16 and other systems destroyed all cruise missiles and destroyed more than 600 drones. Not everything, but big, very big. 泽伦斯基表示，目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运作正好，拿下率90%。不过，乌克兰即马面临原弹道飞弹严重欠缺的困境。罗西亚是讲，即摆攻击目标是将会互乌军的巡弋飞弹甲无人机生产工厂，同时回应乌克兰进行攻击乌海港口都市普鲁塞的民用目标。能够进行目前东正教各或者宣布停火37点钟，不过根本就无实行。另外，荷兰昨日将国际4项自由奖颁予乌克兰总统表扬伊甲乌克兰人民在抗罗西亚战争4年期间展现的勇气。乌克兰甲荷兰也达成一项国际友好关系协议，双方会在无人机生产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乌克兰正式宣布将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系统甲步兵整合做机器人突击作战模式。那成功在真济所在，罗西亚军队据点，佫达成世界上第一摆伫无步兵参加之下，敢靠机器人夺得到敌军的纪录。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辑。中东战争，美国总统 Trump 是一直要求北约国家都要同齐出力，并英国并较支持。Trump 甚至是放调要取消英国关税优惠，不过英国首相施凯尔无落软，佫再强调讲是未屈服。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执行长莱纳尔接受公司的访问，伊认为讲这过去的世界局势是已经改变啦。根据民调显示，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且若是根据Trump 美国优先的政策，是会甲盟友拢杀往中国迄边去。I'm not going to change my mind. I'm not going to yield. It is not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join this war.
美伊战争爆发，英国拒绝参加战争。川普甚至讲要取消关税优惠，不过伊完无改变说开决心。这战争让英国意识到，英美特殊友好关系甲以前无同。The old world order is finished now. The shift against free trade, against foreign engagements, and against having the kind of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allies,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is probably going to outlast Donald Trump. 英法两国这礼拜会共同主持时事领袖峰会，聚焦恢复荷姆水航行自由，按算邀请70到80国家甲国际组织参加。不过很期将美国来排除，中国甲日本等国是毋是参加也无确认。专家认为，川普美国优先政策会将盟友甩向中国，意外互中国搁一摆伟大。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上新民调显示，各国看好中国未来10年全球影响力的比例比美国较悬。同时，过去一年各国将美国看作朋友的比例是大部分落车，英国落车上多，由37%降到25%。不过，将中国看作朋友的比例明显提悬。I think from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it's very difficult to look at the way that the US is treating its allies and not to be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 US will actually be there to defend Taiwan. 好，如果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是造成了欧洲跟美方之间的关系裂痕，那么伊朗战争就是造成双方的关系决裂。现在的西方自由联盟正在瓦解当中，台湾必须要思考出对策来因应这样的变局。公视国际记者洪雅芳、林新瑞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提出 Terafab 大型晶圆厂的计划 ，Intel 嘛宣布要加入。但这特斯拉已经公开要招人上准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台积电敢会受到冲击？学者就认为讲，制造半导体是需要数十年的经验累积才有法度进步，唔是短短时间就有法度超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之前讲要去 Terafab 大型晶圆厂的计划，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也宣布加入。点开特斯拉官方网站公开9大职缺，包含半导体先进制程核心、工程的能力。200-300年薪，可能 work-life balance 吧。如果是以台积电这样子的薪资范围来说的话，年薪400、500左右应该都可以。特斯拉要找人的条件，主要锁定 Terafab 计划，亲像高级制程工程师、化学机械推进、电脑高级制程工程师、资深制程工程师、高级制程整合工程师，主要要找9大工程的职缺，锁定先进晶片制程5年以上经验人才，其中国内职缺要求有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经验。专家认为讲，马斯克想要推行 Terafab 计划，需要是具有战力。技术条件的标准偏悬，只是 Terafab 要成功来达成到马斯克希望的晶片自给自足，困难度不离悬。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加总裁魏铁嘉伫法人说明会顶面指出，晶圆代工是无法度行近路的。它在这个制造方面是完全缺乏量产的一个经验，跟这个所谓专业封测体系的一个情况之下，短期内其实比较难以去跨越从研发那么到这个稳定产出的一个技术高墙。台积电除了独步全球高阶的制造技术以外，学者认为要一项独家的优势，马斯克恐惊无法度来复制。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不是说有设备啊，然后你知道，这些参数怎么调整去啊？其实它牵涉到人力的问题，牵涉到供应商怎么配合的问题，牵涉到说我的机台有没有办法自己去改正修正。另外有专家分析，马斯克想要学到台积电规个团队，恐惊也无简单，而且就算有钱，台积电的企业文化也买袂到。就算学到规个团队顺利到国外就业，那爱面临真悬的成本、适应期这问题，敢若是安怎提升良率，就是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火车未来感业的专注动画无驾驶咧，全球第2大列车制造商阿尔斯通针对新型的列车，拢会升一个无机的设备测试就路的状况。因的工程人员是认为讲，这行车安全是无人车上大的障碍。就算讲有一天真正会当自动化，车顶配一个驾驶辅助，乘客才会较安心。
2017年正式建工的英国铁路345型列车，因为舒适稳定，互人真懊恼，也正做英国国营铁路上无用的路线伊丽莎白线的主力。但是自2024年年初出来的701系列，除了高车延迟3年外，为了配合高运量，座位空间变甲真矮，是受到真侪批评。为了解决701系列的问题，总部伫法国，毋过却是英国上大铁路制造厂的阿尼斯通公司，伫德比的测试中心，工程师用亲像无机器的设备，伫室内的厂房了解列车实际上路时可能拄到的各种状况，对车厢到月台各种显示金幕、气流，抑个风扇头，拢完全以实际做标准。包括各种功能的处系统，抑个所处理的所有资讯，最后拢爱集中到列车管控系统。这个简称做 TCMS 的中央处理单元，就是规架列车的神经中心。We're testing it thoroughly and finding as many defects or problems beforehand before it rolls out on the trains, and we know that how we've tested here,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fix as many issues as possible before it rolls out on the train on the actual fleet. 未来趋势之一，就是列车系统甲铁轨路和车站的系统即时互动，以自动化方式来分担驾驶的工作。ETCS will read them, and it'll have information of where the next station will be, how far it is, how many doors to open, when to start braking. So that sort of stuff will come into the ETCS. It'll process that information, and then at the right time, it'll apply automatic braking. 自动驾驶甲人工智慧当时行21世纪，铁路交通也受到同款的期待。不过，另外一方面，安怎保证系统运作正常？安怎即时补救系统的失误？佫较是行车安全的大问题。工程人员认为讲，无论民众有介意无，自动化是大趋势。不过，无人驾驶的列车要乘做铁路运输的主流，这一代的人敢有机会看到？这是无人知。公司新闻起家人朋友。韩国一个钢琴家李芬，14年前因为中风正手无法度去弹琴，不过伊骨力复健，挑战真侪困难的倒手独奏曲，即阵已经会当定期举办独奏会。伫普瓦城中，李芬向观众致意，小可弯弯的正手是伊2012年严重中风了后所留落来镜头。伊伫舞台演奏的是一曲犹太的钢琴家索尔霍夫专门为倒手创作的第3号奏曲。流利指法展现李芬可能遮侪年的成果。2012年，李芬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伫读博士学位的时阵，伫住所形容中风昏去。虽然手术保住性命，不过正手煞无法度震动，甚至去治疗失语症。本来想讲自家去甲钢琴的演奏无缘，不过文书讲的话，互伊重新充满希望。 특사를 같이 하는데 그 피아노를 다시 하는 것이 어떨까 하고 그 물어보셨어요. 이렇게 물어보셨어요. 그 왼손만 하는 곡도 1000곡이 넘는다라고 말씀하시면 그날부터 저녁 때 당장 시작했어요. 도래도래부터. 人生伫倒位啊跋倒，就为倒位啊徛起来。李芬放下身心受伤的绝望，搁创造音乐生涯，为基础指法开始挑战一首搁一首艰难的倒手独奏曲。伫磨练琴艺同时，也持续复健。对伊来讲，甲琴艺找到倒来意义，就是重新掌控人生。 뇌좀 걸렸으냐 아마 피아노 친다는 거는 상상도 못했을 못하는 거고. 정말 2016年，李芬伫接受治疗的首尔圣玛丽病院正式出道，开始单手钢琴家的生活。即马定期举办独奏会，嘛写回忆录。伊互人邀请5月初2出席利川青年艺术家国际音乐节，挑战高难度的拉威尔倒手钢琴协奏曲。伊坦白讲真紧张，不过表示即马所有的努力，拢是为了实现搁再双手弹琴的梦想。 저는 그래요. 그 양손으로 피아노를 치는 것이 최종 목표.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的阿提米斯2号探月任务4月初10平安返来地球，4位太空人也开记者会，回想着降落通过大气站的过程，讲这画面实在是真惊险，煞也真美丽。这回任务因是记录着真侪珍贵的画面，对太空发展真有帮助。 阿提米斯2号的4个太空人16出席返航了的头一场记者会。经过10天伫太空船的斗阵，太空人表示，因的共同经历互因难分难离。And when you live together in a small group for as long as you do on the space station or even 10 days, it's a challenge. But I am here to tell
the world. We launched as friends, and we came back as best friends. 做完登返地球通过大气层的阶段是任务中上关键的关卡。苏当时太空船以超过30倍音速的速度飞过大气层，期间搁长达6分钟。头一位参加世界飞行的飞的太空人加洛夫表示，太空船冲过大气层的瞬间，伊感觉亲像从空中坠落来。I've never been base jumping. I've never been skydiving. But if you dove off a skyscraper backwards. That's what it felt like for 5 seconds, and then the pilots in the mains came out, and it was glorious. 阿提比斯2号完成半世纪以来头一摆世界航行，去到人类史上上远的太空地点。4个太空人翕数千张珍贵影像作品，包括为世界轨道亲目睭看到实质，搁有目击6届的青椒去弄到月球的惊人瞬间。We're all kind of struck by these things that make us feel small, and that the sense I had was the sense of fragility and feeling small, infinitesimally small, but yet this very powerful feeling as a human being, like as a group.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再会。